還記得我最早說過一句話，廣州話、普通話讀音對照。今兒我們一起來完成一個有關粵語聲調的具有意思一表格。普通話4個聲調同粵語9聲6調之間嘅呢個對應關係。粵語聲調咧就對粵語初學者嚟講咧好有挑戰性，複雜程度高。不過好彩大部分都有規律，所以我就專門弄了一表啊，舉幾個簡單的例子。絕大多數普通話第一聲嘅字咧，都係對應粵語嘅第一聲，例如增加啦，係嘛？豐收啦、升空啊咁樣。第二聲咧就對應第四聲，就例如人民、才能、榮華。第三聲咧就對應粵語嘅第二聲或者係第五聲，老鼠啊、海水啊，同埋呢個理想啊。第四聲咧就對應第三聲或者係第六聲，像外姓名啊、證據啊。但是也有例外啊，就剩下這些部分。首先這個粵語7、8、9聲調，它的對應基本上沒有這個規律可循，就只能是死記硬背啊，所以我要給填上。剩下這些空的都是例外。跟住我就好好奇喎，即係究竟呢個表係咪可以填滿晒呢？唔怕同你講啊，我用咗5年時間啊，5年啊，就剩翻3個字未諗到嘅啫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就將我喺學習粵語嘅時候，即係遇到即係冇按照普遍變化規律嚟變調嘅呢啲字，即係呢啲特例，同大家分享下。首先，普通話第一聲啊，擁抱唔係擁抱，擁抱偏音唔係拼音。拼音微笑美笑，然後這倆不知道啊。普通話第二聲戰俘戰俘好玩好玩，這第三個是個罕見字，我找了半天才找到的，讀含哼。普通話第二聲對粵語第5聲留作一個懸念啊。接下來什麼什麼，好，普通話第三聲啊，謊言方言就同方言嘅發音係一樣嘅。雨傘唔係雨傘，雨傘。傻即係傻啊。最後一個剪劍記執翻劑嘅劑，紀念就係紀念。正音應該係念啊，然後4對4啊，忘記唔係忘記嘅忘記，社會唔係社會嘅社會，就搞掂啦。好啦，咁最後呢3個字咧，真係諗極都諗唔到喺呢5年時間裏邊，咁就唯有請教廣東嘅詞神招積良啦。喂，咩事啊，閪佬？招積啊，唔該你將你嘅研究結果同我哋大家分享下啦，好唔好啊？一字咁淺啦。普通話第一聲讀粵語第6聲嘅字有一個好常用嘅漏啊，滑溜個漏啊。嗱，你塊面好滑溜啊。跟住普通話第1聲對粵語第5聲，普通話第3聲對粵語第9聲，我一個字殺瓜你啊，就係侮辱啊！又咁巧係侮辱喎，你話係咪侮辱啊？喂，咁你即係侮辱我啫。表面上睇嚟咧係好工整好犀利喎，不過我想提一提你，侮辱第一個字冇嘅發音喺普通話裏邊係侮辱，唔係侮辱啊，識唔識啊你？哇，你唔好大我份人唔大得噶喎。嗱，我大把候選字啊，仲有一個字剽竊個剽，問你死未？剽竊唔得喎，呢個字普通話係讀第2聲噶噃，剽竊啊嘛。有冇搞錯啊？好心你唔好成日睇廣州話正音字典啦，得閒都要查新華字典噶嘛。剽竊個剽，普通話係讀剽竊。咦，又真係喎。唉，算啦，咁呢鋪我哋就各有千秋，不相伯仲啊，打和啊。所以話大家半斤八兩。好啦，咁最後一個字嘅發現咧，真係非常之有意思噶噃。乜嘢字普通話係讀第2聲，但係粵語係讀第5聲呢？如果你經常研究粵語聲調嘅話，你就會發現呢件事表面上睇起上嚟非常之困難，但係實際上一啲都唔簡單。唔信你咪試下咯。終於我諗到我嘅口頭禪係邊一句呢？您太冷啊！對啦，就是這個您字，普通話讀第2聲，但喺粵語裏邊咧就係第5聲，同
你嘅發音係一樣嘅，都係你。所以呢個呢，就係最後嘅表格，我同大家讀一讀啊，真係抑揚頓挫，非常好聽啊！曾擁牯微漂流，一百席，呼挽憾，榮你甚，吉國仇，方想散，傻李劍，不甲玉，擠幾將，亡舍外，黑涉陸。